常期待可以和不同国家的选手站在同样的舞台。希望我的歌声会使感动大家。希望可以和不同国家的选手分享音乐。这是我毕生难忘的回忆。这绝对是一场难忘的歌唱比赛。输赢拢袂要紧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参加这摆的比赛。有好的歌声就爱唱给大家听。我会全力以赴呈现最精彩的演出。这摆会当实现梦想，我就是要唱出台湾味。全球欢喜来卡拉11日6、7日晚8点半 ，Astro 欢喜台 HD 现场直播。